东万丹一间加油站导火烧，初步了解是边仔的仓库导火，加在半点钟后爆发，也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台铁7度吊车场，咱像因为控制无好势，互2帮电车烧弄败马，阁有一个员工受伤，台铁成立应变分组处理。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要带团去拜访中国的习近平，行政院长倒用台提醒，任何团体袂使甲中国签政治性的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1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昨暗7点多，伫屏东的万丹有一间加油站是熊熊导火烧，而且佫传出10外声的这个爆炸的声音。附近的住户是惊甲赶紧来报警察。初步了解呢，应该是这加油站边仔的仓库导火，加在这大火伫半点钟后就爆发，也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大火直直烧，街仔路笑甲光光，乌烟直直冲起哩。为远远的所在，就当看到火势直直窜起，甚至佫传出连续10外声的爆炸声，互附近的民众惊甲赶紧报案。他们仓库在左边那边吧？那个爆炸声，差不多十几声有哦。大火为加油站后壁烧出来，就惊火势未收煞，消防人员抽水线全力抢救。当时我刚好在车行里面嘛，听到爆炸声啊，我以为人家放鞭炮啊，结果一看，怎么那个福茂加油站后面的仓库怎么在爆炸？当时的爆炸声好几声，哦，超恐怖的。屏东万丹这搭加油站的仓库囤真侪杂物，8日暗7点多，熊熊传出火灾。因为导火所在离油槽敢若20公尺，佮加上火烧了真猛，消防队唔敢大意，直接调4台化学水灵车到位，局长也去到现场指挥。它是堆放一些杂物跟物品的一些仓库。有说是那个员工的机车先起火。那这个部分我们还要事后的详细调查，再去厘清。加油站员工把所有上油的设施拢撤好灯，消防人员直直抓水，差不多30分钟后顺利拍花。初步判断烧的范围是加油站的仓库，不过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厘清。加在并无影响到加油设施，也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不过也互附近的民众惊一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高雄台东文化艺术中心的变数呢，对今年1月中旬开始到达，已经烧煞踢3届去啊。原来这凶手就是一堆英国的社堂。文化局是表示讲，因为这变数呢是24点钟拢对外开放，实在是真恶管理，所以只会当拜托警察来加强巡逻，嘛请民众这英国的社堂千万唔通乌白蛋。高雄台东文化艺术中心因为变数对今年1月中开始已经烧煞踢3摆，造成所有1楼变数拢被当使用。管理单位找人来清空线，想袂到煞清出一堆用过社堂。因为烦恼若阁出现社堂，会对民众甲清洁人员造成危害。艺术中心伫咧2月底打出广告，拜托人莫乌白蛋。有民众听到这款状况，也感觉真烦恼。当然嘛会。烦恼啥物？对啊。你若不要去拆掉，是那会感染还是什么？还是讲囡仔唔捌去摕来耍啊？是啥？种种很多原因。可能施打毒品，那这种到厕所里面，它不得监视器啊，所以你根本的嘛，在讲他们人去到来的。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凤山分局的辖内的派出所能够加强巡查。因为台东艺术中心的变数是24点钟对外开放的，若真正有人弄这个空棚去内地煮毒品，中心实在恶管理。议员则就通报，也申请附近的派出所加强巡逻。警方强调，因一直有针对附近来加强毒品的巡查勤务，对184年甲当拢总抓到4件。目前要针对台东艺术中心的状况，成立专案小组加强巡逻。警方也与园方及保全建立及时通报机制，提升应变效率。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切勿任意弃置危险物品。文化局表示，自从2月底打广告，这阵已经无阁发现有社堂出现，因为惊广告会引起民众不安，因此30就先撤掉。议员强调，因为是伫咧变数内底有个人隐私的问题，现阶段上好的方式就是拜托警方加强巡逻，嘛呼吁使用社堂的人爱有公德心，因会继续找出更较好的方式，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柯家驻区朝阳高雄场报道。新北市新店的精神病院急诊室发生暴力的事件，这是一个食酒醉的男性呢情绪失控，用伊的手铐甲人弄，害这护理师受伤。警方到场是以现行犯甲这动手的林先生甲抓起来，因为病院方面也表示讲已经对嫌犯提出告诉。
拜二半暝3点外，原本平静的病院急诊室，听到有人咧吵闹，一个食酒醉61岁姓林的查甫，互救护车送入去新店精神病院。医方原本将医生安排观察，想袂到查甫伊事起酒小，情绪变甲真激动，甚至用手骨弄来甲伊斗相共的护理师。我是害者，都爱用伤口。姓林的查甫毋知好歹，甚至佫向出手攻击，造成21岁护理师正面肩胛甲胸坎拢回弄大伤。警方接到报案到场处理，以违反医疗法甲伤害现行犯，随甲姓林的查甫逮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经巡逻员警到场了解，涉嫌人61岁林姓男子因情绪失控攻击护理师，造成护理师胸口挫伤。病院嘛强调，医疗暴力零容忍，对任何会危害医疗人员安全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追究。伊嘛已经对嫌犯提告，未来继续强化院内安全机制，保障第一线医护人员职业的安全。患者因为酒醉后攻击我们的护理人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后，已经有保全人员及警方介入，受伤的护理人员已经完成验伤，并且进行提告。本院全力支持我们护理同仁的作为。事实上，类似的急诊暴力，今年初嘛捌发生伫南投德山。迄阵东华病院一个食醉醉的查甫嘛，共款对护理师起骹动手，最后互当场压制上班。根据卫福部统计，医疗暴力的事件逐年增加，而且大部分拢伫个急诊室。第一线医护人员伫个高压甲高风险的环境中做工课，佮爱忍受互病人攻击，要安怎改善病院的安全，佮需要继续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个家己最上的台一线昨暗呢，是有一台公停车伫个路口咧等红灯的时阵，凶互后壁的轿车甲弄着，结果这轿车的车头是全安尼落落，驾驶阁吊伤送病院，嘛造成台一线是塞车，交通管制半点外钟。轿车的车头配合前日去公停车的车尾，伫家己县最上乡的中山路二段，3暗时6点的时阵，有一台轿车为后壁来追弄等青阳灯的公停车。落的力真大，毋但规个车头拢开去，轿车阁有漏油的状况，互弄到的工程车阁爱斗协助来处理现场。伊迄内底就没油，甲迄什么油、机油，什么拢会流出来啊。哦，所以恁即摆变哪？我即摆先来拖到先黑啊，我即摆前面有刷啊，我先来拄拄的啊。还袂机车，但有点因为不倒去啊。哦，互弄的车辆是负责修理路顶的工程车。下班要转去公司的时阵，伫路口等青阳灯，煞雄叫后壁的车来弄着。因为车祸发生的所在伫省道台一线顶面，佮拄好是下班的时间，惊阁会发生意外。警方嘛进行半点外钟的交通管制。我咧青阳灯，伊拢去后壁甲我剪落。双方就车子为连，致小客车驾驶受伤，经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警方表示，可能是后壁的轿车驾驶无去注意到头前的路况，才来发生车祸。详细原因，搁爱调查才知影。嘛，呼吁民众驶车的时阵，爱甲头前的车来保持距离，减少追撞事故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另外，再来看两桩交通事故。头一站呢是昨伫个宜兰大理的天公庙头前，有6台车是安尼弄做伙，其中一台白色的休旅车呢，佮冲出去这个护栏去卡伫个铁基路边。也那伫个台南是有一台轿车呢，唔知影什么原因凶冲出去，去弄着7台奥多拜，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路边过落来机车拢变形，连行线规头卡。这个事故是伫台南安定区西港大桥卡往公寮步环差不多1公里的所在发生的。30早起差不多7点40分，一台乌色小客车不明原因向反向冲出去，有7台机车互弄甲变去，造成8人受伤送医，其中一个骑机车的人送医了后救无转来。初步厘清，本案汽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肇事责任目前尚在厘清中。另外，北台湾原来传出一件严重车祸，中昼12点外有一台拖车沿台2线往北行驶，经过宜兰大理天公庙前，好亲像破链失控，连续冲撞停伫路边的5台车，其中一台白色休旅车冲出护栏，卡伫个铁基路边。车祸现场规个如苍苍，驾驶酒测台是0，好在在现场无人受伤。啊，你当阵是爆胎了后，什么状况？啊，就车又关去啊，规个无法度控制的，关去唔知去扫着。后面那个运营车因为疑似前轮爆胎，导致撞击后面总共有5辆那个自小客车，现场无人受伤。因为这个车祸历史山坪树尾卡到火车电车线，为了确保安全，代替随驾复用到大理西正线封锁，暂时以单线双向行驶，部分旅客行程因为安尼有延误。
会不会行程有受到影响？会，还是会有差。是原本我们几点想要到花莲去？就原本这班3:45吧。家己表示，经公务甲电力单位现场评估，暂时无影响行车，已经伫下晡2:17搁再双向通车。不过列车也是以慢速通过事故现场，听候吊车到现场了后，再搁进行封锁吊挂作业。记者采访报道。这阵啊，这中东战争呢是互石化原料欠货搁起价，亲像就连这低米的米袋啊呢，即马嘛共款的欠货，各地农会拢有收到这厂商要起价的通知。中华德东农会是表示讲，这米袋啊呢包装的成本差不多是起3成，而且叫货拢爱等，目前是会先来吸收成本。若阵这战争无停，安尼未来米嘛有真有可能起价。一袋白米底好准备要出货，这是中华真有名的德东米，平均一个月会当销出16万包的米。但是中东战争造成石化相关的原物料起价，即阵佫传出米袋啊起价佫叫无回情形。咱这个因为美伊战争引起咱的原物料都在上涨尤其咱这饲料类的部分，造成咱即马咱这成本大幅上涨咱即马所有的厂商来通知它的涨幅大约是在25%到30%左右。德东农会表示，目前平均起来，大概的米袋啊，一个起2块至3块，细界的起1块至2块，一年成本大约加28万，而且这阵订货爱等2个月才会收到货。目前相关的成本农会暂时吸收，但战争继续拍落去，未来真有可能会起价。销售部分暂时不起这个涨价，是希望我也能够帮政府稳定咱国内米市场的价格。都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其他的也是也有涨价啊。可是要吃还是会买啊，如果涨价，我们家还是会照买啊，因为还是就是都会吃，因为我们还是支持台湾米啊。中东战争冲击石油供应链，造成国际塑胶原料起关价。虽望目前农会暂时吸收起价成本，但若战争无停，原物料继续起价，未来对民生物资的继续影响恐惊会愈大。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国际消息，咱今来看这美国总统 Trump 又搁再出声，伊讲若阵这伊朗呢无提出诚意，赶紧来达成停火协议，安尼就要扩大攻击，甲因的发电厂、能源设备完全拢甲绑好歹。因若这伊朗这方面也无咧落软，大声出手来攻击科威特的发电厂，也有以色列的炼油厂。伊朗首都德黑兰天顶爆炸，远远就看到火。以色列甲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空袭。美国总统 Trump 30伫社群媒体打文，若准无赶紧达成停火协议，荷姆兹海峡无重开，美国就会扩大攻势，彻底毁掉电厂、油井、哈格岛、伊朗的能源，也有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甚至有可能包括供应饮用水的海水淡化厂。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said he's considering having American troops take Karg Island. That is the Iranian oil terminal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Persian Gulf through which the Islamic Republic ships most of its oil. Now, this came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Financial Times. Trump considered taking Iranian oil in that interview. At the same time, he suggested that negotiations with Iran were going well. 就伫咧德黑兰可能直接谈判的时，川普也搁扩大威胁，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增加几6千个官兵，目前已经去到中东。But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or not he's going to go ahead and order this operation on Karg Island, or to potentially unblock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if this is just another negotiating tactic to try to get Tehran to the table. 另外，伊朗继续咧攻击30特拉维夫甲西岸，拢会当看到飞弹伫咧空中爆炸。以色列海法一座炼油厂受到攻击，伊朗也向科威特一座关键水电厂发射飞弹。美军已经对哈格岛军事目标发动攻击。伊朗威胁，若准美国登陆因的领土，安尼就会发动对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的地面侵袭，而且伫咧波斯湾带地雷。川普讲外交有进展，也毋过威胁煞升级。伊朗讲美国提出来的15点方案真过分，无够实际，而且无合理。战争目前看袂到收束的现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好，再来看即马在伊朗官方呢是来证实讲，主导荷姆兹海峡封锁行动的海军司令坦格西里已经互以色列加崩死啊。看到这战争即马是真歹收煞，所以西班牙即马已经表明态度，无要来插手，大声针对着美军来关因的领空。因为这埃及呢是严格来警告讲，若准无收煞，这油价呢无定是会起到200块美金，呼吁 Trump 来赶紧有动作。
مورد اصابت دشمنان متجاوز قرار گرفته بود بر اثر شدت جراحات به لقاء الله پیوست. 伊朗官方拜伊证实，救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坦克西里，和以色列空袭了后重伤死亡。坦克西里在生将后横珠海峡的封锁行动，是美国甲伊朗开战以来，伊朗军方失去的上关键的将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祖进行宣称，这是一届精准而且致命的灭绝行动。这位强硬派的大将死亡，伊朗救命卫队就抓讲绝对袂屈服，佮呛讲要对美国甲以色列发动更较大规模的报复。中东的战事搁咧传，北约的成员国西班牙决定划清界线。西班牙政府宣布全面关掉领空，禁止任何牵连到伊朗战事的美国军机过境，也拒绝美军使用境内的2个海军甲空军的基地。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公开批评这场战争无负责任而且非法，加上面对川普威胁要撤动贸易来报复，西班牙又员讲唔愿意做战争的共犯。No ha sido fácil, pero creo que lo hemos hecho porque así lo permite, entre otras cosas, el acuerdo bilateral que gestiona estas bases y porque somos un país soberano que no quiere participar en guerras ilegales. 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也影响全球。埃及的总统塞西伫开罗能源顶警告大家，若伊朗的能源设施继续受到锁定，全球的油价会起价每一桶$200，这也是有可能的。يبقى النهارده الأسمدة اللي بتدخل تقريبا في كل الغذاء العالمي أو الغذاء بتاع البشر ل8 مليار إنسان لما تتعرض هذه الأسمدة اللي بتدخل في إنتاج 塞西佮强调，经济体制两者的国家社会恐惊会乱。目前全世界敢若川普有裁掉阻挡这场灾难，伊以人道主义甲世界和平做理由，希望川普发挥影响力，互波斯湾地区转来稳定的状态。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正看到这荷姆兹海峡是直直安尼关掉咧，冲击全球1/5的石油甲天然气的供应。嘛，因为这运输的成本已经加悬，伫意大利这菜色的计数呢，已经起甲挡袂掉啊。因为伫法国这运输业者呢，是规气使甲万百万，抗议这油价成本，互人歹讨趁。邻家厝定定咧食桥啊粿，这物件即马拢唔敢买。因为即马菜色是起价唔一款，伫咧罗马的凯旋市场买菜人真正是哀叫，因为生理实在是太歹做。Aumentato giustamente quelli che la portano hanno fatto aumentare tutto. Da morire, tantissimo. Poi ho eliminato la frutta secca perché è diventata oro. 意大利政府赶紧来启动紧急的措施，降低燃油的价格。但是农业市场服务局讲，战争造成燃料甲肥料的成本大起，甲2025年同一期比起来，梨啊起8.5%，苹果起3.2%，草唔起17%，桃啊起1.8%。E se analizziamo che 1/3 dei fertilizzanti del mondo arriva dal Golfo e soprattutto sono produttori。伫咧法国巴黎30有几10台大卡车，还有长途的巴士，伫咧公路上看行，向政府抗议。业者讲，即马是观光旅游的大季，因此爱烦恼油钱起甲这尔多，规气甲车驶出来抗议。Aujourd'hui, moi, je suis une petite boîte. On faisait 16 000 € de gasoil par mois, et là, on passe à 30 000 €. Bon, on demande des mesures simples et concrètes, quoi, pas un site internet où on doit remplir des formulaires, tout ça. 法国交通部长表示，政府会伫4月拨款5000万欧元补助运输业，降低企业的冲击。嘛讲唔知影这场危机长期会变做安怎？法国嘛唔是自愿加入这场战争，毋过这个战争已经互法国真侪苦楚。根据法国生态转型部30上新的数字，法国燃油平均的价格伫顶礼拜是酷起，已经连续起5礼拜，尤其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自1985年有统计以来上介贵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飞安事故来看，巴西圣保罗机场呢，礼拜是有一架达比航空的飞行机起飞了后，无偌久的时间，这引领就安尼导火爆炸，随后赶紧飞倒转来，加在这顶悬288个人拢总平安。看到这旅客翕到的画面呢，是这粒引领已经导火烧啊！这是达比航空 A330的飞行机，对于巴西圣保罗机场才起飞无偌久，规粒引领就安尼烧起来，火焰也落伫个机场，佮造成机场火烧。
另外来看，这西非国家奈及利亚中部一间大学呢，礼拜受武装分子冲入去乌白弹，造成上无13个人不幸死亡。另外，伫个南美洲的阿根廷，这是一个15岁少年人举着散弹枪冲入去学校，安尼甲人攻击，造成一个13岁学生死亡，也阁有2个人受伤。冲突现场留落来的是火烧甲臭火大的物件，也有落柜涂骹的鞋仔。奈及利亚高关州一间大学礼拜暗时，互一阵身份不明的枪手撞入来，对民众乌白弹。当地官员证实有10多个人死亡，也有真侪人重伤送病院。We are here in the evening, and unfortunately, wicked terrorists came and attacked our people, and then we have counted scores of people who are now dead, and then so many others are also in the hospital receiving treatment. 专家分析，因为气候变迁和产源变少，这个冲突看起来是宗教的问题，不过实际上却是无共族群之间针对农业甲畜牧业用地的生存问题。奈及利亚官方已经在案发地区实施48点钟的宵禁，当地另外一间大学也赶紧取消考试。镜头转来到南美洲阿根廷圣塔菲省一间校园，8日早起传出一个敢若15岁的少年人举枪入去校园，伫教室的走廊乌白弹的代志，互一个13岁的学生着枪死亡。Un adolescente de 15 años ingresa a la escuela con una escopeta, con una itaca. En principio, digo, hiere a 2 compañeros y muere y le da muerte a un joven, a un niño. 圣塔菲省长普拉罗去视察校园，甲受难家庭慰问，也宣布启动刑事调查的程序，派专家进入校园，安打受到惊吓的老师甲学生。公视新闻郑伟林编译。另外，倒来看咱台湾这台北车头又阁有人出来了代志啊！这是一个50多岁男性，若像是食酒醉，伫个月台安尼嬉叫，而且阁要甲保全幕互接吻甲请互走。另外呢，是有一个60多岁女性，伊是举这刀啊，行伫个中山地下街，互人看到是安尼心惊惊。虽然讲警方有认定是伊无这个恐吓的行为，毋过也是甲刀啊甲扣落来，照社违法来甲伊裁处。举水果刀啊，一直解说，毋过警方毋敢大意，爱伊甲刀啊交出来，就惊讲这个女子伤过激动，会做出什么代志？你不要拿出来啊，对不对？代志发生伫个30下晡5点外，这个64岁查某人手提水果刀啊，伫个台北市中山地下街伫遐乱扫，旅客真惊，爱辩解讲，伊是坐伫咧椅啊，水果下了要去便所来洗刀啊。警方调查虽然伊无甲刀啊害来害去，毋过嘛是甲伊的刀啊扣落来，刷落会依照社违法裁罚。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啊，隔一下间隔距离，要么快走，要么就是慢慢走。会不会随机路人乱捅啊，捅个一刀啊，闪他一点啊？袂使坐啊啦！警察接到通报，赶紧到现场来处理。同一天暗时11点外，一个查甫人伫个台北车头的捷运站，伫遐大声吵闹，亲像是蒙阿波放炮共款。保全人员先甲人压咧刷咧交互警方处理。男子疑似酒醉，大声喧哗。一旁旅客见状向保全反映。根据捷运警察的了解，这个查甫人好亲像是啉甲醉茫茫，毋但伫遐大声喝休嬉戏叫，搁甲保全人员摸，北侧就照规定无要甲载，伊随着去用带离开。警察提醒，只要坐捷运有看到奇奇怪怪的人，拢会使随时紧急切打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兴大有查到一个卖毒的集团，这是一个姓李的主嫌，伊透过通讯软体呢，讲做咧做外送，毋过煞伫社群平台来卖毒品，一款成品甲这粗批加起来，市值是有200万遮济。另外，伫个苗栗的头郡呢，这警察也伫一大别庄去查到做毒品的分装厂。警方全面武装，入去到嫌犯大个摩铁路，甲姓李的主嫌压制。来，较配合到。哇，好嫩。另外一堆是去嫌犯座位仓库，内底有真侪毒品分装的工区，阁有未少商品甲半成品，市价超过200万。台中市兴地发现姓李的主嫌透过通讯软体，互人注文，为着要互警方查到，阁假做是餐厅的料理，另外派人假做外送员，骑机车送毒品。并且利用国内知名外送平台作为掩护，先将各级毒品以餐点名称伪装，再利用外送平台外送箱作为掩护，指派毒品小蜜蜂骑乘机车假装外送员，运送毒品以躲避查缉。警方一概抓到5个人，另外阁发现姓李的主嫌除了卖毒，阁有枪，目前已经受押禁见。另外，伫苗栗头份，刑事局也查到姓李的嫌犯，伫这个高级集合白庄做毒品甲分装。做一盖。
没做的你自己讲。这个是吗？发，还有呢？这里。刑事局表示，市立嫌犯会选这个高级社区，是因为这管理真严格，伊个利用地下室出入来闪避警方。去年6月租借了后，盗走毒品甲分赃，刑事局掌握相关的证据去搜查，查扣一大堆2级甲3级的毒品。经将分赃处所藏匿于集合式高档的住宅区，经锁定范闲毒品开包制造处所。专按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上标入检方侦办。4人的主嫌经过检察官侦结起诉，刑事局后续会搁追源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南西梅岭呢，去年4月初是出现真侪火金菇，也毋过今年拄着可旱的灾情，这梅岭呢，毋但是火金菇有去影响到，就连梅岭嘛生了较歹。梅仔树顶面的果粒结甲满，毋过梅农摕菱角出来比看卖，1粒梅仔内底大约有7粒比5颗菱角也搁较细。凭永年来讲，实在差真济，主要因为受到今年欠水影响，今年正月初雨水少，影响到梅仔成长。因为即马持续的干旱了，伊走果率悬，等到梅仔拢偏细了袂大，袂大搁渐严重落果。气象局按算爱等清明连假，看敢有落尽雨。不过这对梅仔成长已经袂符啊，唔闹当作无影响，就连真受欢迎的梅岭火金菇贵嘛签到。去年4月初地当看到火金菇规定杯内，今年到它也未看到。环路局嘛只好配合气候来调整。今年预计4月中旬萤火虫才会陆续出现，除非期间有在下雨才会提前。为避免游客扫兴，并且提早规划行程，关旅局自去年开始就以荧光花泉季为全新的品牌。事实上，今年春天较热，雨水嘛少，这嘛创下75天来雨水量上少的纪录。这阵毛病代办说明会，甲一农民说明，选定南西教行里正做系统性灌溉设施的示范点，总共会建12座的大型蓄水池，目前已经完成3座。如果是我们整个大台南地区原来就有我们的灌溉系统，那在我们跟经济部水利署合作的情况之下。只要有我们灌溉系统呢，我今年上半年灌溉绝对都没有问题。长期的部分呢，希望透过灌溉这个扩大灌区的方式来解决日后水患的问题，然后旱灾现象的产生。气象署推估，刷大概清明连假也有2波锋面的经过，对南部的水情应该有帮助。刷大概5月中梅雨季，敢会当正常的落雨，这才通真正解决欠水问题，就爱去观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讲到这水情，赶紧来看这天气。今仔日开始呢，风面已经挖进台湾啊，中部以北是要变天落雨啊。也若拜六清明的时，也阁有另外一波风面，中部以北反细是落雷公雨的，提醒观众朋友一定都要加来注意。另外，即马受到这中国的空气污染要靠过来的这个影响，台湾的西部甲北部呢，空气品质是加较歹，所以民众出门都要会记得挂喙暗。气象署指出，刷落来有2阵风面到位，头一阵风面伫拜二接近北部、东北部部分地区会落雷公雨，甲第渐阵雨。啊，若拜三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温度会降到20度迄卡兜。中部以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若清明连假期间，气象署讲天气也是真不稳定。那到4号以及5号的时候，另外一波锋面系统就开始会有逐渐通过台湾的一个情形，所以到时候在清明连假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可能天气上就会变比较不稳定一些哦。气象署讲，拜五第2阵风面接近，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山区可能会落地渐阵雨。拜六风面通过，中部以北会落雷公雨，部分地区的雨势嘛会较大。礼拜风面渐渐离开，不过水汽也是较高。气象署提醒民众就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这几日受到中国有占部的影响，空气品质有较歹，医生提醒民众就要减少伫外口活动。即马空气外口拢做歹，你就因为老人还是细汉人仔还是你本身有气鼓气管歹的人就是你若去外口活动的时阵，你来挂喙暗嘛你活动的时阵嘛莫伤久哦。另外，环境部上新的空气品质监测显示，西半部、北部的空气较歹，尤其西半部侪大显示感觉是提醒，甚至金门已经达到红色警示。若环境部讲，拜日方面到位，时到空气品质就会较等好。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国民党的台中市长提名初选呢，是确定由立法院的副院长江启臣去拍赢这资深的立委杨庆英，会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
接下来，我跟琼怡姐，我们会共同来努力。她也将会是我在接下来不管是在竞选当中，或者是我们大台中的播货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党内的竞争已经结束，这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也是团结的开始。那我尊重民意，也尊重初选的这个结果。诚如我之前一再强调的胜者就是提名人，败者就是助选人。那个人的事小，台中的事大，我完全支持江副院长。我早就做好1对1的这个会战的准备了，所以今天江副院长出现，对我来讲呢，我就是用最踏实、坚定的态度呢，能够呢正面迎战，全力以赴。比起这民进党伫去年10月时早就已经选好要由这立委何欣纯来选台中市长，国民党这场假地啊小战呢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啦。最后根据这民调的结果是显示讲由江启臣赢，所以国民党会提名江启臣出来选台中市长。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中国呢，即马是小想要来学台湾的科技业的人才，检方前是昨仔去敲伫10天内就敲到11间藏伫台湾的违法的中国企业，假做是外资入来到台湾，煞要用真悬的薪水，甲台湾人拐去到中国。在安克，你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创办人亲身上场翕校园一部影片，伫上海建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按揭创新，伫行动充电领域排全球第2，不过煞涉嫌伫台湾非法抢人才。未来长期的，我们是用机器人来控制机器人。同款出名的中国企业华擎技术，主要伫卖智慧型消费电子产品 ODM， 那是中国昨年电子资讯企业第20名，其占率嘛排名全球头名。不过嘛，互人控告伫台湾有非法的业务活动，甚至伫110年的时阵，把人掠到一届，刷过另外开一间。检调大规模搜查，动员上百人，查到藏伫台湾的非法中国企业，有2025乌润中国500间企业的性帮微电子。专攻研发、销售模拟晶片设计，甲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合肥心机微装生产的相关设备，用伫印刷电路板这个领域，原来有伫做光热半导体的用极电子科技，也甲阿 Q 科技、苏瑞普微电子、江苏风微科技、德意微电子、北高地电子，伫短短10天就查到11间。大陆公司隐藏中资背景，非法在台设立据点。利用高薪挖角科学园区、科技人才，以及模拟晶片研发、AI 人工智慧视觉检测等高科技技术。中国企业假交外资，也是找国人做伙暗砍中资的身份，无经过许可来台湾设据点，为 IC 设计、PCB、人工智慧产业链有关的高科技人才拢有。不过学者提醒，互高薪升起的同时，若是技术互偷摕去，当初讲好的承诺有可能会跳票。台湾一直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是党国不分嘛，它本质上就是带着民营企业的这个外套，然后呢，他想要增加他们的科研能力也好，甚至是说这些技术的发展也好，那就透过这种白手套的方式，建立很多研究院，找了很多研发人才。那个人的这个发展有可能无法度实现。专家分析，为咗中国的企业无摆拄有中国政府的势力甲色彩伫个背后大规模主导，一步一步甲咱国的技术拢偷摕去，影响台湾产业优势甲领先的地位，伫国际会失去高科技的竞争力。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日本跨党派的团体立华困的这会长古屋圭司，前几日是来到台湾参加论坛，也来见赖清德总统。也毋过即摆中国的外交部煞讲人甲这台独的势力相交叉，所以宣布要甲制裁。也那古屋圭司呢，伊本人是回应讲，伊伫中国其实是无资产的，而且也袂去访问中国。这个制裁对伊来讲，其实是无啥差的。We must never allow a Taiwan contingency to occur. 日本众议员日华困的会长古屋圭司进前奉邀请来台湾出席玉山论坛，并且甲赖清德总统会面，重新强调日本对台海的和平稳定真重视。不过，这互中国外交部真袂爽，30甲台独分裂势力牵连做理由，宣布制裁古屋圭司。针对古屋圭司的恶劣行径，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中方还将视情对其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中国反制措施包含冻结各归属伫中国境内的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甲伊进行交易甲合作，也不准伊入境中国、香港甲澳门。对此，各归属发文回应，以上措施完全无影响，因为伊伫中国无任何财产，也无甲相关的人士交流，佮较无访问中国的计划。强调家己只是做真自然的代志，未来继续推动台日的交流。也拿日本是要求中国赶紧撤回制裁。中国側が自らと異なる立場の者を威圧するかのような一方的措置を取ることは断じて受け入れられず、日中関係の観点からも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中国側に対して外交ルートで申し入れを行い、速やかに措置を撤回するよう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这种跨境的镇压的一个行为真的是令人不齿。台湾那么跟中国互不隶属那么国际的友人来跟台湾交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常而自然的一个活动。中国这样来威胁其实往往会得到反效果。中国政府最近常常制裁日本的人士，包含日本卫生会参议员赵平，甲做过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即嘛是行政院政务顾问的岩家武。那这届针对各归属，红看作是对日本政治界有待立场的人进一步施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国民党已经宣布由主席邓丽文呢带团去拜访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邓丽文是表示讲，即马全世界拢同意一中的政策，也那咱陆委会是回应讲，这是咧呼应中国对台的主张尔。另外一边，这行政院长杜英泰伊是提醒讲，任何团体是袂使甲中国来签政治性的协议，这是所有的台湾人拢爱遵守的。国民党主席邓丽文要伫4月初7去中国参访，暗算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邓丽文阁表示讲，全世界拢奉行一中政策，反对台独，认为这抓会为人类的和平来做出贡献。对这行政院长杜英泰无评论党务，但提起照两法条例顶规定，任何团体袂当和对方做任何政治性协议，佮和政府的公权力有关系的事项。4月7号，我们是言论自由日，却去到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也是对方在安排的，这明显就是在挑动国内的神经。你讲说不得与对岸进行政治性的协议，门关起来，你怎么知道他谈了什么？如果情形严重的话，有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我担心的不是他去跟中国谈任何的协议，我担心的是去那里领旨回来之后，继续颠覆政府，继续扰乱政府，继续弱化台湾的国防。陆委会嘛提醒国民党莫落入去中国统战分化的陷阱，对国际社会传错误的信息，国讲邓丽文的相关说法是咧呼应中国对台的主张，不应该全盘接受中国的政治主张。在中共版的所谓9·2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共谋国家统一，统一在1国2制台湾方案上制止所谓的9·2共识、一中原则以及1国2制，就是对台3位一体的政策。那就是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和平，我们可以有理想，但是不能幻想。国民党呢，无论在执政或是在野时期，都比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更有经验处理两岸事务的关系。所以说，陆委会呢不需要出言恫吓、危言耸听，就不劳陆委会指导了。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是持续调伫遐，就算国会进程通过成动资内面规模718亿，38项的新型计划，行政院嘛是还未执行。南洋的地方省长嘛话话讲，全面拢在等。718亿的新兴预算，只占我们今年总预算3兆0350亿的2%。换句话说，行政院的大门不能只开2%。杜英泰嘛，阁一摆呼吁在野较紧来审总预算，无应该冷嘴来切割，阁用第10回这议题来问南洋。敢讲嘛，在等地主席对中国转来，才互因新的指示。记者综合报道。好，再来看这美国参议院的团队是来台湾访问，关注咱无人机的量能。这当中也包括着甲美商合作的劲风4型的无人机。中科院也头届来公开这款无人机的反撞架能力。因为这敢有可能列入咱的国家的特别预算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等到通过测试，若准有符合需求，才过来讲。美国参议院校董派议员访问团3日参访中科院，关心台湾国防自主量能。中科院一个手展示几啊款各做的项目，
包括公共飞弹、DAF-LD 水底无人自主载具等等。也若美国上界有兴趣的是无人机，中科院提出检上反辐射无人机、瑞恩2型无人机，各做劲风2型、3型、4型无人机。尤其劲风4型是台美合作生产。中科院还阁头一届公开伊的攻击能力，劲风4型挂载弹头，会当甲5公分高的钢棒拍探过。问题方面，因为他们会提供一些协助技术的合作。那这个弹头除了可以供中规的无人机使用以外，我们这个界面是开放式的界面，所以民间各家的无人机也可以通联使用。所以我们这次是希望到国外推广我们相关的技术走向国际。台湾头一届甲美商 Curtos 合作研发劲风4型无人机，完成台美各项产业合作重要的路展比，目前还阁伫个测评的阶段。今年会去美国参加展览，现在20万架无人机敢会纳入各项特别预算，嘛受到关注。那等到通过测评之后，如果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完成相关的建案文件，我们自然会纳入相关的预算当中。投入了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新的导航以及AI 的技术，让它可以变身为新型的一个巡弋飞弹。它的特色就是低成本，而且具有高的命中精度。台美透过技术合作，打造低成本、远距离、精准多管的劲风4型无人机，后者分析结合雄风飞弹、海马斯多管火箭，有机会强化国军源头的打击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有5个修正草案，讲这跨性别者呢会由免役改做是替代役，这是引起社群的讨论。有跨性别代表是出面讲，这个改变呢，互伊是感觉真不安。也若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伫个要未完成性别甲人权的评估进前，这修法应该就要暂停。也若内政部目前是要无回应。对跨性别者来说，能够了解自己、承认自己，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面对着兵役制度可能改变，对着伊的人生造成了冲击，跨性别者小弟选择伫31国际跨性别献身日献身，采讲出伊心中的不安，因为政府伫去年底已个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草案，跨性别者会由原本的免役改做是替代役，引起了跨性别社群的热烈讨论。想讲性倾向是女性的小弟，伊的身躯是查甫的，都有可能会真做修法了后头一波的役男。请不要把我们推进一个会伤害到我们的制度里面。相关团体强调，虽然跨性别和人权团体真侪摆向政府表达因强烈的疑虑，但不过内政部却对外讲，因已经甲因达成部分的共识。现在是贸然的不当提高这个跨性别的这个服役的门槛的话，其实等于是说，我们整个制度没有配套。你光是称呼他们为役男，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性别错称，要求政府应立即暂缓该项修正，避免会不当提升跨性别、坚信人与非二元性别族群的人权风险。虽然目前也无完成修法，不过相关团体认为，考虑到兵役制度的配套也无较全，政府嘛无完成性别也有人权影响的评估，就应该停止修法，维持现状。记者综合报道。阵营有未成年的麦当劳的员工呢，那像因为互主管甲性侵查安尼行底路，后来这士林地检署是认定双方是合意的关系，所以做出不起诉的处分。家属甲律师团是提出质疑，呼吁这社会甲司法的制度应该就要甲现代精神医学鉴定来做是拍官司的证据。精神医学纳入考量，司法看见性创伤。受害者家属甲律师团大声发出诉求，准年有被当作未成年员工，那像伫职场互主管性侵了后行底路。这个案件3月初5，士林地检署以不起诉处分，针对不起诉意见书，检察官认定双方是合意的关系。家属以查某囝的死提出质疑，表示明明案件经过医生判断，认为受害者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检方却无采用。请专业医生来看的。那检察官一直在强调说，今天他不是创伤症候群，他没有受过任何伤害，他只是他的压力大。他如果今天他没有经历过这个性侵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他会走到最后去自杀吗？
律师团指出，妨害性自主的案件，犯罪现场应用无第三方通作证，受害者嘛定因为工课场权势不平等，真恶抵抗，甚至随拍歹关系，搁较免讲是未成年受害者。定敢会当靠亲友的讲法，也是医生鉴定来主证。律师团甲民团拢呼吁司法应当甲现代精神医学鉴定专业列入诉讼的证据补强。非常希望，检察官不要再以就是完美被害人的思考跟准则再去看待我的被害人，因为被害人当他们遇见性侵的状况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没有办法立刻反应的，而且本件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许多的修法应该纳入更好、更严谨的一个机制哦。特别如果我们现在有许多在医学上能来证明辅助我们司法的判决上更为精准。我觉得当然我们都希望未来立法院或者是行政司法相关的部门都应该把这些修法纳为重要的一些考量哦。根据劳保局的统计，目前台湾有85%的青少年拢有做过不是专职在业的非典型工课。兵团呼吁伫咧工课场应当落实性平训练，针对企业内部的性骚扰申诉甲调查监管拢着爱加强，嘛着爱推动性别平等工作法的修法，要求企业着负起完整的责任。记者卢尚珠、郑春瑶台北报道。这照顾囡仔的措施到底要安怎设立？有民间团体是批评这中央咧开放予义工来照顾囡仔，敢若薪水较悬的家庭请会起尔尔。虽然讲伊是支持这台北市减工时未减薪水的路线，毋过是建议这补助呢，就要照企业的规模来分级，而且也阁引入这大的津贴，减少这场的冲突。爸母拢爱上班，甲囡仔送去学校，毋过有当时囡仔需要照顾，煞超无时间。台北市甲中央政府为着解决育囝落工的困境，拢提出方案。台北市主张逐工减1点钟的工时，毋过未减薪水。也若中央是开放育囝的家庭会当申请外籍劳工来到照顾囡仔，毋过民团公开反对中央的政策，因为敢若薪水中介以上的家庭会当请会起。请一个外籍帮佣，1年至少要36万。而且他这个政策只是给全台湾所得最高的前20%的家庭来负担得起。就是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别人的劳动力来换取你的职涯；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活该在刚刚所谓提到的过劳的职场当中燃烧殆尽。民团讲因支持台北市即卖计划，毋过嘛认为配套也无够。伊嘛提出2项建议，予育补助就要照企业的规模分级，毋是逐间拢补助10万。另外嘛认为要引进职代津贴，互代替上班的同事嘛有奖金通好领，互制度如公平。蒋万市长，我们希望你拿出魄力，改革你的政策，让你期待的职场育儿友善环境真正可以得到落实，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可以有效跟进。另外，民团嘛呼吁去做友善育囝市场是未来的趋势，中央政府拢爱想对策，嘛希望台北市着甲育囝减工时的政策做好，若6都甲中央政府嘛会跟对，政策才会当完整落实。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一份台湾儿童幸福感的调查，这是追踪台湾2500个囡仔要10档的时间。若准这满分有10分，安尼有一半以上的囡仔呢，拢是伫咧9分以上。因共同的所在，拢是因为有快乐的父母，显示讲这家庭生活对囡仔来讲，有影是真重要的。囡仔有人笑，才会乖乖大汉，这是真正有影的道理。台视台公布台湾儿童幸福感调查，予台湾5年的囡仔摕家己幸福指数拍分数，满分是10分，平均分数有8分，这么悬。这个调查结果80分以上，呈现我们台湾的孩子对他们的这个生活满意度其实是还蛮高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感觉这么幸福的。我们也发现呢，大概有1成左右的孩子，他们的分数相较其实是比较低的。学者指出，进一步分析也发现，幸福的囡仔有一个共同点，拢是有快乐的父母，显示家庭生活对囡仔来讲真重要。发现当中有1成的囡仔幸福指数伫6分以下，一寡幸福感较低囡仔主要原因和父母关系，3是使用时间受过长，和同学斗阵无顺利有关系。一个为期10年的一个整个追踪调查哈，我觉得它的成果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赖清德总统他也已经宣布我们卫生福利部我们即将要成立一个新的一个署，就是儿童、青少年以及家庭支持署。报告也指出，通常父母的社经地位对囡仔来讲普遍无什么影响，上主要的是陪伴。台视台也建议政府推动家庭卡。
亲自董乐光，甲政策焦点对原本的经济补贴转做关系经营，对咱台湾囡仔幸福较有正面的帮助。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为着要来配合这教育部大班的囡仔配一个老师的政策，宜兰县内幼儿园呢，所有老师是无这特休假，甚至无寒暑假的问题。教育部是含时着爱照这教师法来办理，也毋过在地人煞认为讲这是真好配合的，应该爱甲大班的教学呢，算入去高中小的富有，也就是讲这幼儿园卖个设大班啊。老师当日带囡仔画图，伫个幼儿园教室有正式教师嘛有教保员。教育部这几天推出大班一个老师的政策，引起宜兰乡镇设立幼儿园正式老师规当无法度休困的争议。教育部要求按照教师法办理，和老师会当依法休假。部分的乡镇认为无法度配合，向县府提出大班的教学爱交入去县府的高中小附设幼儿园来管理。你老师来班级经营或管理，我不相信。像几个月的时间，老师可以经营他们。到底老师是要上9个月还是11个月？这完全是没有办法来讲的合为。乡镇长伫31个县务会议，希望乡镇设立幼儿园莫阁开大班，因为因认为乡镇设立幼儿园寒暑假本地就比高中小的附设幼儿园较低，互老师会当依法休假，会出现找无代课老师影响班级经营的问题。而且代理代课的费用，就算中央有补助，对乡镇市公所的财政嘛是一个负担。类似可以参照劳基法的那个精神，由园跟老师是不是能够去就个案去做协商。县府回应大班教学交入去县府管的高中小附设幼儿园部分，内部会搁再讨论，甲乡镇相关的意见报给中央，嘛建议教育部是不是参考劳基法，和园方甲老师针对个人的劳资纠纷进行协调，透过沟通解决问题。乡镇公所他们可能对于教师或者是相关的权益的法规，他们可能也要了解，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有效的沟通的环境。教师职业工会认为，乡镇设立幼儿园应该先思考要安怎营造较好的劳动环境，才会当减少劳资纠纷的发生。而且各中小嘛会斗找代课老师，教育处只要把相关的资料库建立好，而且寒暑假嘛拢是混合班，以托育为主，找代课老师应该袂影响班级经营。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扫了咱个时间到学堂啊。今仔日锋面瓦近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甲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离公雨。马祖有可能会落大雨。过昼了后，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的所在甲平湖是多云到好天。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Thank you.